天哪，科研孤岛还有比这更想来的地方吗？哇，这么大萤火虫！孩子怎么又爬上去了？感觉爬上来还是有点扎的。它不会咬人，但它身体会分泌氰化物。收东西啊？闹人干啥？他比我来的早，虽然是学妹。我刚才来的时候见她第一面喊她学姐，简直是我人生中的幸运，能碰到这个学姐。傻孩子！哎，一定要把整个上期给看全，不能看漏了。所以我们首先要调节的它是一个深度，对吧？我当时觉得48小能做出来啥呀？但是我来了以后看，确实有很多大哥很努力、很拼。我感觉可以找点韩国的和新加坡的选手。啊，蜡烛跷跷板都能翻车，好，恭喜你！不能忍，一定是蜡烛的问题。比如说它长得什么样，它有什么样的性质，这都是客观事情。但是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我们再去深度分析这里边有什么样的物理。